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平常的时间爱出去行行啊，大家会去哪呢？去山丹哥，又是摆体验，去海巡呢又讲体验。唔怕，高本我睇啊，推荐大家一个地方哦，就是我哋屏东潮州的林后士林森林园区。有个地方有哪度好料，又係特別的地方呢？今半年啊，我哋都特別邀請在地的管理單位。屏東林管處的工作人員來同我哋紹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屏東林管處的總分享總大哥。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總分享，我是林後士林屏東園區的工作人員。哇，分享我哋總大哥來到現場哦，總大哥，這個更加負責在睇林後士林園區的工作嘛，唔算係工作人員，也係管理的人員啊。因為也係林後士林屏東園區哈，也係伊個經營是冇得收費，唔是收停車費，所以講開放嘅時間呢，大家仲隨着自由進出，所以我哋也係員工讓量產晒。哦，嗰個能睇地部嘅工作，太有嘅有做乜嘅工作嗎？我哋工作太有數嘅。維護一個園區嘅花木，園區嘅環境維護好，因為也係園區免費嘛，所以講我哋重點都講一啲園區嘅景觀，設施安尼。哦，安尼總睇過，我哋而家講林後士林園區啊，其實開幕清久啦，而家他們將有開業嘛，唔係睇開業嘅時間都睇有個園區嘅嘛。我係開園2年以後啷來？你之前喺哪服務啊？我之前喺屏東林管處轄下嘅昆頂森林遊樂區。哦，喺嗰服務哦。後時因為工作嘅關係，有個開園咧都需要我哋資源都跳下睇啊嘛。因為我喺個所在呢，離嗰個林後士林平地國群。嗰時我伊開園2年以後。有啲機會，我都先上調來啊林後士林。你做對昆頂嗰邊轉到一個林後士林入邊時，感覺一兩個地方有冇個目標樣冇？當然有啲昆頂遊樂區哈，因為昆頂伊個知名度算高，所以講伊個人數遊客也夠多。林後士林呢，伊算新嘅園區。所以講，伊個知名度都蠻大，所以我也感覺昆頂遊樂區的遊客哈，他伊來啊嘅時間一路規劃好嘅，要花2日3日才要了。那林後士林的園區的銀行呢，伊冇共用，伊是短暫呢，我離開不卡來啊散步嘅性質咧。你種人哋順口嘅工人經驗，假使講唔想去到體驗嘅地方，又想睇腦背啦行啊，感受一下自然嘅環境，最好嘅都會行到人哋林後士林上喎，一睇快嘅地方真多樹嘅可以行。哇！你真實嚟講，林後士林嘅面積差唔多一睇啊？而家參觀嘅面積有80公頃。哇！咁大嘅面積，嗰個後市面幾行會？繼續擴大嘛，也係講記錄是更加中樞嘅地步嘅範圍都更加像安尼。林後士林園區初初規劃嘅時間，已有1005公頃。哦，仲有個面積仲更加仲差按度咯。因為伊個最終嘅規劃哈是第3個階段啦，有咧開放是起碼是，也係是第1階段，所以講也開第1階段是85公頃。其實一步一步天天嚟開放規劃嘅。你仲睇過，做乜嘅有個園區啊？按到林後士林園區，有個名嘅有乜嘅特別嘅意思嘛？因為我感覺親手有聽過安創嘅名嘅，我有想講係唔係地名啊？有人哋潮州嗰邊有士林嘛？唔過個士林嘅有冇水哩？林後士林嘅園區嘅士冇水啊？也係都講到林後士林嘅園區有啲故事嘅。而家林後士林呢，其實以前嘅日本時代100年前，係甘蔗園。那日本時代嘅時間呢，有啲日本人喺林後士林有啲所在有量嘅農場，伊咧學到林後農場，
哦。另外一个就私林农场，两个农场在经营一个甘蔗园。啊，迄个时候呢，日本有成立一个统一的株式会社。哦，底下经营一个糖业。所以我们亚哈一个平地园区呢，有很跨越量的农场。所以我们取名的时间呢，就按照林后私林。原来安尼嘞，佮说以前其迄个农场啊，拄好更加延期的范围，很快量的农场，佮说人就说，量的农场的名个安尼调更下，都变做更加安尼个名个。安尼算好来林后私林嘅延期的期，应该算係全部都係台糖，安尼以前講嘅台糖嘅期嘛，吼。啊，怎麼嘅時間會想到講林管處，安尼政府單位，睇鴉片設立咧一個安尼嘅森林園區。其實個地方有乜個特殊嘅嘛？做乜嘅一定會睇下設立一個園區啊？有路因為喺97年嘅時候哈，政府有咧愛台12項建設。97年。也係有咧愛台12項建設底邊呢，有咧綠色造林計劃。個計劃底邊呢，一路喺台灣底邊呢，設置3個平地森林園區。台灣講3個啊？全台灣3個森林園區。3個啊？伊咧有喺花蓮呢大農大富農場。另外咧喺嘉義鰲鼓濕地。第3個路安咧屏東嘅林後私林。所以全台灣有咧3個平地森林園區。也咧伊個故事路安咧，因為也咧綠色造林計劃。安尼總係講，其實一3個園區啊，地尾佢應該係講有特別嘅目的吧，應該唔會花很多錢，特別講，我嚟做一個有個計劃嚟設立3個安泰法嘅園區。講到森林園區哈，他可能就冇想到去森林哈有許多散彈風。係啊。假日嘅時間呢，他可能仲往散彈風嚟食嘛。所以講散彈風嘅負擔好鬼重。我所講設置嘅咧平地嘅森林園區另外一方面是得疏解高山嘅壓力。我所講假日嘅時間呢，民眾是得喺平地都就去森林底邊散步，享受森林浴。原來對，就是說本太家有咧目標嘅限制，也唔是單單對都市都會風，一定啪都散蕩過去。其實嗰時間可能視察也好啦，考察也好，都會開嘛。某一天我行岸樣，其實圈圈咧，可能都市都會順後，路於咧平地森林。安尼森林園區底邊，顧名思義，佢底邊應該總係幾多嘅樹嘅嘛。安尼林後森林園區底邊，差唔多總有哪條嘅樹嘅啊？哪種種類嘅？安尼林後森林平地嘅樹位哈，因為以前一片有甘蔗園。甘蔗園路啲日本時代糖業株式會社嘅種，那光復以後呢，路台灣嘅台糖就接受嚟生產糖業。那後來呢，有啲糖業呢式微以後，路政府路來植樹造林。安尼林後私林伊種嘅樹位呢，有政府有規劃一些原生嘅本土嘅樹種來種。原生嘅樹種係哪一條啊？重點是從無患子，還有咧佳冬，還有咧台灣欒樹，桃花心木也可以種。今年生嘅速度會唔會改夾啊？因為我哋第一講，以前我當林後私林剛開園嘅時間，我有去嘅時間種嘅樹係還冇按太條嘅時間真是行業我冇感受到佢嘅森林，像一支一支樹係安尼走下地嘅。唔過廿三日我行過去附近嘅時間，發現到冇咁樣嘅呢，真是悄悄咪有個森林嘅感受出來嘅。一般來講，我哋一條樹係真係本佢有一個各有面積、各有範圍嘅森林嘅感覺，差唔多1久嘅時間啦。也樹位嘅生長速度當然要慢慢地來啦，要比成林啦。那我哋今家也樹位種到近差唔多19年，
我比成年还上是死我30-40年岁啊。安尼林后森林园区，通常咧就像安尼隔壁嘅公园共样，有水嘅，又有长长嘅风景安尼。啊，不过除了水嘅呀，条地杯，安尼园区还有冇个特别嘅设备嘛，也系设施咧？哦，林后森林园区吼，安尼规划嘅时间吼，有4个主题啦。伊个主题如果山水林园，山水林园有得4个主题。啊，有的主题呢，山呢，伊主要是讲到南台湾的圣山北大武山。哦，太武山。太武山啊，水呢，水如安尼，林后森林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介绍本人下个有个伏流水。伏流水有个天内脚下流通看唔到的水。因为天下水嘛。天下水，伏流水。啊，林呢，如何介绍我们的园区哈？以前伫甘蔗园的时代，然后植树造林、成林园呢，如何我们的园区从伊个田园的景色，让民众来参观，也4个主题。我说一条下的时间规划时间，如果有规划到哦，俺哋一天要用这4个主题来做俺哋林后森林园区的规划发展，系咪安尼啊？安尼其实安尼来讲，山也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北太武山摕屏东那只位都看得到嘛。山水，不过水浮流水摕天下水看唔到的，用办来做一个主题啊？我说俺哋林后森林园区呢？特别为到爱介绍有咧水的部分，浮流水的部分，所以讲安尼有做有咧故事，图面然后实际的成品然后安尼就做出来介绍俾民众。观众朋友，原来俺林后森林园区但将种树的安排条在做一个森林的园区，佢哋还有安排4个主题呢。头头讲嘅几个主题，会不会还有乜嘅精彩内容呢？休息一下，继续深入同大家来了解哦。中了的时节，行去俺哋潮州林后森林园区地杯可以到了地方多位有4个主题头头状态有同俺哋说嘅山水林园。4个主题地杯有乜嘅特别嘅内容呢？继续来请教状态吧。状态头头讲嘅4个主题有稍微介绍嚟讲前面两个山系太武山，俺哋看得到嘅嘛。水系天下水。真实嚟讲4大主题地杯还有乜嘅具体特别内容？同大家好好来了解好嘛？头头讲到有咧林后森林园区呢，有时咧讲到伊个历史咧。有咧林后森林园区呢，喺100年前，日据时代如果甘蔗园。有咧甘蔗园日本人喺经营有咧甘蔗园的时阵呢，有咧技师，叫做鸟居信平先生，来要管理有咧甘蔗园。伊个时间呢，因为灌溉水的问题呢，伊上个办法或者处理灌溉水，所以伊都有做伊个设计呢，有如浮流水的来源。所以讲安尼4大主题山水林园总同一个故事有关系。一个水头都同他讲到，其实鸟居信平先生为了开垦一个附近的园呢，特别去做的。我说一个浮流水算是人工的天下水吗？一个浮流水呢，伊是咧讲是天下的水坝。它敢影响到水坝呢，它敢影响到喺山肚位，影响山上，对，水库。有的鸟居信平先生发明了有的浮流堰堤呢，也是地下的水坝。就是在地底下收集起来的水，叫做堰堤，收集起来的水叫做浮流水。以鸟居信平先生
伊个时间呢，去经营伊个甘蔗园。啊，因为林后湿林伊个蔬菜呢，伊个土壤的土质无清好，啊，雨水落来呢，伊个植物吸收唔好，一路流走的。嗰所以个鸟居新民先生呢，一路上伊个办法，将屯个落来的雨水呢，在体内脚下呢，又体节流起来，收集起来，就变成可以使用的水。有那种湖流水的流来。安尼在体下，在体内带下叫阮用办收集，就是面对伊个画面在讲，人哋用水库喺冻顿嘅水体行嘛。那体下水浮流水，其他用样的方式冻下来嘛？啊，冻下来佢用办拿出来用啊？也是讲到有一个成语，我就讲啊，山是水的故乡，要批发。怎么讲山是水的故乡呢？因为我哋森林平地林后湿林园区呢，有靠近山，都有讲喺北大武山山脚下嘅一个园区。啊，山呢是几多树木嘛？与山树木呢，它可以涵养水源，它可以将有啲水冰落来，冰我哋体内脚下，然后体内脚下水的流动。啊，流动的时间呢，鸟居新平先生伊设计的一个地下水坝啦，一个东西一名叫做堰堤。那个堰堤呢，在体内脚下3米，体内脚下3米的所在，我所讲，伊在湖流水在地面下流动的湖流水，伊多有的堰堤的时间呢，伊个堰堤要去节流放入来。因为伊个堰堤的设置的所在呢，喺上游。都过山的蔬菜，所以讲伊节流落来的水，经过有的堰堤又流到下游。那虽然讲呢，有的堰堤喺上游体下3米，不过伊流到下游的时间，伊变成地表的。我所讲有的水又源源不绝，看唔到的地下水库节流落来的水，流到下游变成地表的。其实等于讲，这是个鸟居新平先生给人利用一个土质嗰个湿水一个特性，如讲啊，人哋体下的水熟悉风来，其实就类似一个水银行的概念啦吼。人哋都平时将水你把摕起，都用伊个渠道想办法就去引出来，引到地表之后，就可以用来灌溉一个农业、甘蔗嘅度，係唔係一个用意啊？错。你點解一個水土差唔多一發咧？頭先總太講有講，其實山丹果呢，山丹果都林後是林園區一個嚟講，應該有一重清長的距離吧？設計嘅有啲收集水嘅有啲堰堤伊個長度呢有300人米，哇，300多公尺長，伊喺體內腳下，伊收集嘅蔬菜呢，喺河床嘅蔬菜。河床體內腳下，伊收集以後呢，如沿着有啲上游嘅水溝，如是的流到下游去，有啲長度有3000公尺。哇塞，真是幾厲害呢！嗰種連時代主題前面兩個講嘅，我都有感覺嘅喲。山同水，因為頭先總太哥有講嘛，山是水的故鄉。嗰度有太湖山，然後有水，一個湖流水啊，又係講人哋咧果坪海、林邊海啦、東貢海一條水，青島嘅水，就係因為有山，然後有水嘛。你林同鹽哦，山水林鹽林鹽同前面兩者嘅關係係乜嘅啊？林咧，加屯鹽嘅意思是講啊。我哋介紹對民眾看，我哋有啲林後濕林嘅園區以前佢個甘蔗園，用於變啊，我哋有啲森林嘅一個園區，我哋種嘅都屬於規劃一道蔬菜，種有啲造林嘅樹種，有啲路園，有啲路林，園呢，如果我哋規劃有啲園區呢。我哋參觀嘅蔬菜呢，我哋就分春夏秋冬4個季節嘅參觀嘅蔬菜。因為我哋園區規劃嘅時間呢，有以一個
田园的景色来规划的。所以讲，安尼参观的所在呢，安尼都用田园的景色，然后用春夏秋冬来规划。啊，也在春夏秋冬规划以外呢，安尼都还有一些的有的小主题，安尼都用安尼农民历的艺术系的节气。喺有的春夏秋冬有的范围里头呢，安尼都设置解说的牌，介绍给民众。艺术系的节气，因为一般人对有的艺术系节气唔会真了解。真是嘅，这个也冇去了解。各地嘅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咪有一些嗰度节气呢，他讲人中唔会真清楚。所以我哋都有的艺术系的节气呢。喺我哋園區裏邊呢，春夏秋冬分布我哋全園區來，做一個介紹。總體講，真是幾用心嘅，幾神奇嘅。第一排談到講，一個園區用24節氣來做規劃嘅，真是規劃，人哋許多嘅可以看到嘛嘅。我哋許多有啲春夏秋冬規劃嘅有啲範圍裏邊呢，我哋解說牌裏邊會介紹。如介紹有的，譬如講夏至，許多夏至的時間呢，有的解說牌會介紹講夏至呢，又係一年裏邊呢，有的日曆白天最長的時間，夜晚最短的時間，有的從有的現象呢，介紹俾民眾嚟睇。嗰種每日有關一個24節氣嘅，不管係天文地理啦、通知物生態嘅等，人哋都會用解說牌同地景結合，俾民眾講，人哋可以哪行路哪去認識，俾大家增加佢嘅印象，這就係人哋嘅演一個主題嘛。經過到一下一段時間咧，民眾對一個規劃有乜嘅感想冇？有人講會唔會像我咁樣，感受到清神奇？會唔會有人講，銀行可以增加乜嘅冇咁樣嘅規劃？講好嚟，有下民眾呢，因為我哋園區一般有銀行伊是來散步運動嘅重點為主嘅啦，所以講有下民眾對我哋園區有啲環境本身嘅散步呢，已經幾滿意嘅啦。目前冇講到什麼嘅東西。你希望講，有個樹的越來越大條，嗰個日時間都喺屏東都唔會山人頭都越來越亮安尼嘛。安尼仲睇過，人哋頭都講到更加山水林園，有地杯都植物有一個環境，有個環境安好地杯林。人哋森林地杯應該係屬於啲東西呢，因為動物人哋園嘅地杯有乜嘅特別嘅動物嗎？除了介紹有啲植物以外呢，我哋園區地杯還有介紹本園學地有啲動物譬如講鳥類。講到鳥類呢，我哋園區會介紹有啲候鳥。有啲候鳥嘅成因是用於呢，乜個叫候鳥？其實候鳥呢，又係都有迄一圈如避冬避冬的關係。候鳥來講呢，我哋有冬候鳥同夏候鳥。冬候鳥因為我哋一般來講呢，喺國慶日的一段時間呢，國慶鳥。國慶鳥因為會面鳩，因為有啲時間9月中下旬到年底的時間呢。夏天可能會結束漸漸的要轉去秋冬其實喺台灣喺北方呢，像日本、西伯利亞一片呢，已經不歡迎一片不歡迎的鳥類呢，也會避冬，也會往南飛人哋候鳥安尼，嗰時候談好咧，人哋睇園區地方應該也看得到有啲候鳥咯。冇唔錯。哇，真期待呢！哇，觀眾朋友，人哋睇林後士林園區地方唔單止有植物，有特別的主題，還看得到候鳥特別的動物咯。到底有哪條候鳥呢？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紹介哦。
前面总太个小个讲，原来我哋林后40年佢地方看得到候鸟呢，不过看到一个特别的候鸟係哪一种呢？总太个，你头头有介绍到讲，我哋看得到候鸟啊，候鸟係哪一种的候鸟啊？我哋园区里边候鸟主要是叫做雁横。雁横有的鸟类呢，它喺我哋园区里边出现的时间呢，大约在5月的时间。那有的夏候鸟呢，为什么在5月时间有的经过我的园区呢？因为有的季节在我的台湾北半球，悄悄也要进入春夏有的季节。那其实有的季节呢，在南半球已经是冬天了。那有的夏候鸟呢，为了要避冬，一路从南半球往北飞到比较暖和的地方。那台湾又有经过的有的路线，所以飞到台湾呢，会在遐停留。佢上嘅用嘅太杂嘅嘛，係個細雜。伊唔會用以前太長，比一般的鴿子呢體型小一點，有一點深黑色，以很特別所在呢，伊嘅雁橫呢，它有一個較特別的伊嘅習性叫做擬傷。擬傷嘅意思是講，伊拄到有啲侵略的時間，他受到侵略的時間呢，他會假裝受傷。假裝受傷？假裝受傷，然後浮在地面上。那欺敵，伊嘅意思從欺敵嘅意思啦，或者擬傷啦。你佢破開喺天嚟空嘅時間嘅呢，行過去佢會比較嗎？會比較。比如假裝成伊受傷伊嘅這個入侵者呢？如果說在接近的時間呢，伊會比較。有的台灣真聰明呢，北半球寒冷的時間都過來台灣，南半球寒冷的時間也係過來台灣。台灣真是就像一個國際機場呢，睇下轉機啊。所以講喺台灣呢，有啲候鳥算很豐富啦，因為伊個地理位置的關係所以喺台灣看到候鳥，可以看到冬候鳥，而且看到夏候鳥。你前面總在講有說個那個過境的幽婆，有的老鷹，喺園區入邊看得到啊？老鷹應該看得到。不過老鷹伊出現的時間呢，嘛係睇有啲夏候鳥以後，個供應人地位，那麼看到，因為有啲老鷹呢，伊嘅食物呢，有的是有啲蛇類。我說老鷹看到的時間呢，如果有啲蛇類出沒的時間呢，如果看到有啲老鷹。你同那個順沙既然講到鴉片，如果講人生態豐富，有幾多嘅沙果，沙果有又有土，人園區地方有特別味道一個因為有人還是寧夏啦遊客有的人去我有危險嘛，能有特別味道按呢，有跟遊客做一些宣導啦，也有講特別的措施來防範一些意外的發生嘛。有。我哋園區呢，睇有啲毒蛇啦，像蜜蜂啦，出現比較多嘅所在呢，都會設置有啲警戒，告示牌，同民眾講，這個地方有蛇類出沒，人他經過嘅時候呢要小心。我說一般的步道來講，只要不要跨過去，能設立嘅告示牌、警戒線嗰片，其實都係安全的嘛，錯冇？其實安全呢。其實呢，有啲蛇類出沒一般都在夜間啦。白天伊都唔會出來啦，因為白天伊出來的時間呢，它也有它的天敵啦。我頭都講到老鷹，老鷹是它的天敵，猛禽鷹類。不過你白天的時間伊拿出來它有天敵會吃掉它。其實園區嘅生態又安豐富又安好嘅環境，林管處又會提一個園區基本乜嘅發動像野餐啊、露營也都發動，有睇下辦過冇？林管處有時候會辦一個小的市集活動，如果請鄰近的鄉鎮一些社區
来攀有的米的象征不同特色的有的小吃啦，有的摊商啦，就攀有的小的市集活动在假日的时间。其实我们的园区呢，因为交通很便利，嗰时候我们的园区来攀呢单米县政府也是县政府也会来我们的园区攀有的活动，譬如讲有的斜坡上的艺术节，伊连续攀了2年的，佢到民航来看很受到欢迎我说园区地方其实不定时、无固定的啦吼，就我有发通提下期盼，无限制讲，一定係零关注盼的，其实有的其他单位会提下盼发通。我说假使讲有消息的话，看一下零关注的网站也好啦吼，也係讲其他联络管道，如果看得到园区一片有一个发通，我们提下期盼係咩安尼？其实我哋园区还有个粉丝网页，还有兴趣的朋友呢，嘛是去我哋园区的粉丝页来看有个消息好啊，不时去看一下，某一天有新奇有特别的发通都人人都的可以去聊聊一下的。不过总来讲，你这个有算讲，因为你在个上班嘛，人平时在个园区地方发通，你喺行路嘛，用行得来嘛。其实我哋园区安饭我哋喺管理的总监呢，全部用行的可能冇法度要管理到全部的园区啦。我哋要用查的。是啥呀？脚踏车啦，这个就是电动脚踏车，在园区安尼巡逻。俺这边安尼问因为讲园区其实安太烦，有时觉得俺真是两只脚行个可以，你有算过行一圈安尼老一个太强嘅园区地方，老一圈可以叫啊。其实我哋园区开放嘅范围，按你80公顷来讲行来讲可能要花2點鐘嚟行啦。2點鐘嚟。嗰時候我哋園區遇到遊客來設想呢，我哋如招有啲外包嘅廠商自行車租借嘅廠商來進駐有啲園區本民眾有需要租有啲腳踏車去逛園區嘅，有我哋有啲服務啦。園區地方其實人哋第一講去到一個地方，假使講有人派一個導覽也好，因為我想講園區有安豐富嘅環境，同人文歷史嘅背景，人有志工，也係講公眾人員會提個導覽嘛。我哋有提供有啲導覽解說嘅服務。我哋林管處呢有招募有啲解說志工。有需要嘅民眾是得去網站去登錄，也申請一啲解說導覽解說員，有一啲服務。嗰個有限制講，有一天嘅人數一到這樣可以來申請嘛？也係講係量啥好朋友能夠可以去申請嘅。有限制20歲以上。20歲以上。而且要頒獎日以前，要提早頒獎日來申請。因為我哋解說志工唔係編制內，以前有編制外那個志工來自各行各業。我哋解說用一個認養制，民眾去上網去登記，有啲登錄。我哋解說志工咧，嘛去上網去認養，帶所以認養制咧，所以講有提早15年去登錄。我哋解說志工去認養來帶。你總體講睇下嘅服務睇園區地方服務研究嘅時間一段時間咧嘛，有讀到講嗰本影響嗰層面人客啦，又係講嗰園區地方有發生過特別嘅故事嘛？我讀到嗰特別嘅事情都，我哋園區講起來，以前有附近嘅居民會要郊遊散心的啦，一般來講外籍客人冇多，因為呢，我哋園區都同有啲日本嘅鳥居信平先生呢有連結，有偷偷有講到有啲伏流水，願堤嘅設置，所以講我哋有日本呢，那個遊客呢專程都要參觀我哋園區，路邊都看有啲鳥居
新平先生的铜像在园区里边，所以我哋都特别美意呢，就是解说有啲湖流水的形成是用的，解说完以后呢，都特别带伊去有啲湖流水形成的原子也遗迹体内，都带伊去看，去了解，有的日本有的客人会欢喜。哇，总太讲能很安用心哦！我个朋友来到那边，能带去荷兰之外，还带去研究嗰边去看，真是quite感心呢。系啊，哇，观众朋友，你看另外一个人都提供我哋人屏东田后市的人气老了呢，系咪同各本共享想要请一人好好来认识那边呢？今日再一次感谢我哋总太哥带来安精彩故事同小记哦，感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朋友，有下嚟能来我哋人气了。